同學，你冇帶呢個成績單？哦，有。有冇帶證件相？冇。有冇帶呢個校內嘅成績影印本？都冇。有冇推薦信啊？冇。唔使好似頭先嗰位同學仔咁，就要咧喺放榜之前咧先制定一個嘅物資表啦。第一樣嘢咧就同學咧需要有相關嘅文件，好似身份證啦、會考成績單、中四、中五嘅校內成績單同埋推薦書嘅正副本，最好咧影印多幾份啦。咁另外咧至少咧預備咧一打嘅證件相，然之後咧整整齊齊放喺呢個嘅文件夾裏面嘅。咁第二樣嘢咧就要帶備一啲有用嘅放榜資料，譬如咧放榜指南啦、各區嘅學校資料、街道圖同埋會考嘅熱線輔導電話。咁有需要嗰陣咧就可以即刻用得到啦，咁自然就可以安心啲啦。第三方面啊就係個人隨身物品啦，要有一個叉夠電嘅電話啦，咁可以方便聯絡查詢放榜最新嘅資訊。另外咧要記得帶齊文具，要有足夠嘅交通費，大概咧1000至2000蚊啦，因為咧你需要撲學校同埋咧需要交呢一個嘅報名費嘅。最後啦，學生咧亦都應該留意翻自己當日嘅衣着，要整齊一啲啦，因為咧有可能即日咧需要去學校面試嘅，咁可以俾呢個考試官咧有一個良好嘅印象。同學咧最好事先根據自己平日校內成績同埋應試表現，客觀咁去評估自己嘅會考成績，根據自己嘅能力同興趣，再制定唔同嘅應對方案，有助我哋接受結果同埋作出即時嘅應變。放榜之前呢，我哋可以做定一啲思想上嘅準備，嘗試喺腦海想像放榜當日嘅情景。例如成績比預期中理想嘅話，我哋會點樣選擇？咁如果喺會考中失手，下一步我哋又可以點做？仲有就係我哋點樣面對屋企人同埋親友嘅關心同埋慰問，諗多啲唔同結果出現時候嘅情況，到放榜嗰刻我哋就可以更加冷靜咁去面對同埋諗到適當嘅解決辦法啦。仲有一點好緊要，就係要揾人喺情緒上同埋行動上支持自己。會考生可以喺放榜之前同屋企人、朋友，又或者打去唔同嘅會考輔導熱線揾專業人士分享翻自己嘅緊張同埋擔心。另外亦都最好預先揾定屋企人同埋朋友陪住自己放榜，咁佢哋就可以即時俾到情緒上嘅支援俾你啦。會考放榜為你打氣。